汇船空管号驶伫咧咱海底电缆海峡附近，海巡提高警觉广播，甲赶离开。伊朗甲阿曼协议为分荷物资海峡的航运，专家分析，美国若是接受，局面会对伊朗有利。日本广岛原爆满81档，今仔日举行和平纪念仪式。广岛市长呼吁卖有第三个原爆地。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几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中国一架货船空管号驶伫咧咱海底电缆海峡附近，海巡提高警觉，广播甲赶离开。有学者都分析讲有可能是中国伫咧试咱的反应，海巡甲国军会当看作演习的一部分来加强应变。国军这礼拜是开始汉光演习，本岛、离岛拢有实兵演练。中国敢若是选伫咱草原的期间，故意加大铺设地带的侵扰。一只中国一个货轮空管号出现伫咱海底电缆海峡的边仔，负责南部恒春半岛巡航任务的海巡第14海巡队发现唔对水应处。现在停留位置为我国海缆区域，麻烦你即刻离开。麻烦你离开该海域，往北或往南走个大概5海里。面对海巡甲广播要求，空管号中国唔肯离开，好加在路尾是驶走也无相关冲突。唔那是安尼，佮有一只挂蒙古国旗的宽机轮 Romantic， 最近是停伫台湾西部的外海时间超过1个月，行者是到基隆苗栗平湖，这是佮要挖苗栗外海中华电信海南的路线。车5方向7米的西南海峡，海巡嘛派巡航艇去监察，学者观察这只宽机轮的行径真可疑，高的所在拢是外海南区域，敢若想要测试咱的战备，咱会当把机会甲破台威胁化作演习的一部分。刚好在汉光演习期间出现了一个假设敌或者是红军部队啊，我觉得也很好啊，就实地的确出现了这样一个目标或者是这样的行动，来看看台湾的反制作为，是在看汉光演习期间你怎么样来反制跟因应。台湾的海南过去是一直防破坏，已经防看作是国安危机。审计部调查报告显示讲，2019年到2023年，海底电缆发生外力破坏是受损的案件，拢总有36件。当年平均各种7件，或者讲咱针对可疑的宽机轮，早有监控含 SOP 的应变措施。另外，中国持续加大扰台的力量，国防部侦找到9架中国军舰、7架公务船、6架中国军机超过中线侵扰中部西南和东部空域，国军严密应处。记者综合报道。好，面对危机就要有应变。汉光演习今仔日第2天，国军暗时第一摆来实施红色演练，就是要阻挡中国伫咧战时甲淡江大桥提落来，分两路对淡水甲巴黎入侵咱的政治中心。M3 普门桥车吊挂油桶浮桶放伫河面，陆军53工兵群甲时间比赛斗入河道阻碍，国军无记中共进犯北台湾，可能渗透淡水河，夺取淡江大桥，威胁咱政经中央。对这代志，国军特别选定淡江大桥做演练的重点科目。防范共军从淡水河口登陆，今年通车启用的淡江大桥将首度纳入演练。今晚验证主角设置，而今天一早，公社新闻独家直击53工兵群同步在淡水河道进行多道的主角设置。53工兵群伫淡水河道架设普通平台油桶，去年嘛头一届爆破，严正前因强军行动。学者观察，淡江大桥若落入强军手头，国军面临强军分作2路攻击，有必要演练向前走动。其实过去的话，可能他的一个部队只会从一个地方，会从2边进行登陆，对台湾的台北市进行攻击。可是如果有淡江大桥的话，是不是他就在一个地方登陆，然后他的部队就可以去利用淡江大桥，从巴黎这一边对台北市有另外一条路径的攻击？首都防卫是演习上届重要的演练，国军多方面做伙守护大台北地区。空军的天宫3型防空飞弹车头一届出现台北街头，会当拿查战机底停建设弹道飞弹。国造的天空山飞弹肩负大台北地区的防空拦截重任，记者就直击在汉光演习期间飞弹车机动部署在大家和平公园附近，对面就能看到松山机场。国军借此反制共军的飞弹威胁，保护我方的关键基础设施。爱国者防空飞弹车是伫新北和平公园出现，飞弹发射箱已经升起来太平境界，加天宫飞弹建立首都真侪沿防空飞网。今天和平公园本来就是属于一个开阔地址，那对于雷达跟飞弹
的发射这个导控的方式，基本上状况都是相当良好的。宪兵指挥部防止强军斩首行动超过半年演练万军计划，罗总统亲身坐分8架车模拟战时阶段，护送罗总统为总统府前往台地行山指挥所来检视指挥体系、跨部门协调甲应变机制。另外，罗总统车人嘛去北里，是到海巡北里南挂载雄风飞弹，提升反舰能力，代表海巡演练兵舰转换投入汉光演习。另外，国军无记中国采取直直攻方式入侵基隆港，想要夺占港口控制权。官兵伫分8架车的暗号进入港区搜查，火力应处，验证部队临时应变能力。离岛也是今年演习的重要一项。国防部伫7月联合防御操演了后，阁派部队去离岛拦戍。另外，小琉球有南高屏地区甲重要航道的关键位置。第4作战区头一届甲兵力送去小琉球，国军透过实地实兵操演，强化各离岛实战化训练。记者采访报道。气象署一个风台北海底会伫咧拜六礼拜对台湾北边的海面来通过，也上紧哦。伫咧明仔下半部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也若陆上风台警报，就来看一只北海底敢会向南边来刷。新店伫咧过道了，强强落大雨，有人夜雨伞，有人伫顶仔卡避雨。风台北海都的外围喷气瓦群。台东福冈的外海风景愈来愈大，大鹰也无捌拍过福冈港的爆发。外海作业的渔船拢回港避风。最近连续风台渔船出海时间变少，影响渔民的生活。一条风台上少嘛，要有10天袂当出来。连续来有当时1个月处理无几天。饭店然后那些都已经定了，就也不知道能不能退。福冈港陆运中心也有游客要来坐船去绿岛，不过等船身内面的大荧幕显示风台落线，也公告来回绿岛的船帮自初7、拜5中昼过了后，一直到初9拢停驶。东北角港宜兰海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催了派人去龟山岛用时程勘查，看到海鹰拢拍过码头，海象无好，所以宣布有警醒封岛4天，维护游客安全。最接近的时候，时间点就是在周6跟周日这2天。海警的话，目前来看还是预计跟之前看法一样，就是明天下半天左右。那陆警的话，就要看在台风中心通过北部海面这段时间，它有没有稍微比较往南偏一些。北海都风台瓦群估计初8到初10上瓦台湾，不过也是来看所落来南北偏转的情形，也个伊的结果路线也是无啥确定。气象专家讲，因为附近低压系统的影响，北海都的路有可能会偏来偏去，看伊偏的方向，才会知影风台是不是卡到台湾。如果摆动的越明显的话，它的暴风圈就越有可能会逼近北台湾的这个陆地哦。就算它最后暴风圈没有直接进来，但是它的这个外围环流非常宽广的情况底下，还是很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很明显的这个降雨的情形。一那雨上大的时间应该是伫咧初8、初9。中北部山区也个宜兰的山区附近，累积的雨量有可能到5毫以上的等级，但是照这摆风力来看，也无到放假的标准，所以放风台假机会无大。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8月初5，搁再对基辅甲四边地区大轰炸，这是造成严重的伤亡。也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说是连一粒罗西亚飞弹都无再掉炸落来，恐慌真正足强烈。也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无奈哦，讲今年以来美国提供的反弹道飞弹，敢若去年的1/3。这场针对仓库、基础设施甲火车头等等地点的半暝攻击，是乌克兰首都基辅最近这几个月来受到上猛、上致命的轰炸之一。民众的恐怖并无因为战争的时间久长有一时的消退。Не спимо вже 5 років. Сна немає, нічого. Людей страх, постійний страх. Постійний страх. Живемо просто сьогоднішнім днем і все. Тому що другого ніяк. 虽然乌军成功炸落来115只陆军无人机当中的98只，不过相对24粒杀伤了惊人的陆国弹道飞弹，甲4粒各少巡弋飞弹无能为力。根据发生社引用乌国空军数据，莫斯科7月平均3天就炸乌克兰一届，用创纪录数量的飞弹。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嘛向国家安全甲国防事务委员会坦白，乌国的空防能力确实已经买无够。Командуючий повітряних сил Україна почала отримувати приблизно в 3 рази менше
антибаллистичных ракет. 7月7日传出美国已经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飞弹系统，不过总统川普虽表达疑虑。BBC 报道，乌克兰有数量不明的爱国者飞弹系统，严重欠缺的是爱国者哪吒飞弹。有军事专家就形容，几乎的情况可比车库差一架超级跑车煞无油通用，预期莫斯科会扩大生产大道飞弹，乌克兰敢若会当期待欧洲朋友会当提供更较侪帮助。 And that's partly about looking at what more we can provide as the UK. But also recognising the responsibility that I personally have, particularly through the contact group with Minister Pistorius, to mobilise international support. 欧盟执委会主席邦德莱恩拜三表示，欧盟已经为防挡加在罗西亚资产当中得到80亿欧元的衍生利息，而且把其中的14亿核心代票520多亿援助乌克兰。另外，路透社报道，美俄之间搁咧就爱国者飞弹进行相关的谈判，负责推动的美国驻拜俄调苏费塔克当咧讨论的方案，包括未来伫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飞弹系统零件，搁三方德国甲斗完成。公司新闻，王祖梅编译。 美国甲伊朗伫咧谈判出现重大的进展，伊朗正式讲甲阿曼协议维护荷姆兹海峡的航运，船啊驶入去到荷姆兹海峡会行向我伊朗这边，就是咱看到这条红线，红线这条会归户这个伊朗来管。要若讲船啊呢要来驶离开波斯湾，会行我阿曼迄边，就是讲若是这条会交予阿曼来控制，也敢爱收钱，要收偌济，公约搁咧瞧。 都有分析指出讲啊，伫咧美国拍伊朗进前，荷姆兹海峡是对所有的船啊自由来开放，未收任何费用。即马美国若是接受伊朗甲阿曼这个协议，就是变相甲荷姆兹海峡这个航运的掌控权交予伊朗。这个局面恐惊会变做讲啊，对伊朗有利。不过美国的官员是一再强调讲，这条全球上重要能源供应的贸易航道，绝对袂交予伊朗来控制。 伊朗初五表示讲，和阿曼都要达成协议，会确定一个双方拢会当接受的方案，开放荷姆兹海峡的航运，而且收费。即马离定案敢若差上尾一步，但是海峡敢要开放，嘛是决定伫美国敢要履行承诺。 وضعیت این هستش که تقریبا روی تمامی موضوعاتی که مطرح بود هم بالاخره نقشه مسیرهای عبور، مسیرهای ورود و خروج ترافیک 协议的内容是明定驶入去荷姆兹海峡的船只会行一条伊朗控制，而且往伊朗迄边的航路；离开的船只是行往阿曼的航路。双方对收偌济钱搁在协商，美国这边是希望完全免钱。分析指出讲，美方若接受这项协议，就等于是甲海峡航运的掌控权交予伊朗，是美方开战较大对伊朗上大的让步。嘛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开战5个月，认为嘛是甲区域权力平衡，比作对伊朗有利。消息人士指出讲，伊朗嘛搁一摆警告，若美国对准伊朗的基础设施，伊嘛会打击波湾地区的能源设施和其他区域的目标来报复。 If they back out again, they're going to get hit really hard. You know, they know that. They understand that. We hit them very, very hard, but the hard hit is yet to come, and hopefully we won't have to use it. 川普测试接受福斯电视台访问的时阵讲，是伊朗主动联络美国要求对话的，嘛警告讲，即摆若搁敲袂好，伊朗会面对严重的后果。 顶礼拜六礼拜，川普才取消对伊朗发动攻势上大规模的攻击，原因有可能是美国的当顶导弹和防空弹药已经无够啊。华盛顿邮报独家报道，川普31伫大卫营内阁会议，对美国部长赫格塞斯叫伊解释讲，啥怎暗砍欠弹药的问题。对这白宫的发言人李维特讲，这是假新闻，川普是完全信任赫格塞斯。公司新闻施会中编译。 第11当前8月初6，日本广岛去予美国弹原子弹造成严重的伤亡。今仔日举行和平纪念仪式，参加国是历来上界多，也其中就包括美国、英国这有核武的国家。要那罗西亚甲中国是无派人出席。广岛的市长象征一时就伫咧和平宣言当中警告大国家，讲若无重视核武器所造成的非人道的后果。 可能就会出现第三个广岛，或者是终极的这个悲剧。也象征一时嘛，要求日本政府要来赶紧签署这个禁止核武器的条约。也根据日本的统计，到到今年3月底哦，全国有影原爆受害者健康手册的这个人数是91115人，
比去年减8025人，也这受害者的平均是已经86岁，当地的武器都凸显保存历史记忆、甲传承反核理念的重要性。真正向所有人压头灭海。美国伫日本广岛岛原子弹造成14万人死亡。今年满81年，日本政要加120外国的代表做伙追悼创新冠纪录。广岛和平纪念仪式在8月6号上午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上任后首度参加，而我国驻日代表则是连续2年出席。我が国は非核三原則を堅持しており、唯一の戦争被爆国として核兵器のない世界の実現に向けた努力をたゆまず続けていく使命を担っています。这几年科学局势紧张，日本政府按算今年要修订安全保障相关文书。高市早苗伫致辞时阵虽然强调，日本现做是袂有、袂制造、袂进口核武，不过也替未来留一条路。也若广岛市市長是強烈表達反核。核兵器の非人道性を軽視し、自国の繁栄のための武力行使を認めることは、暴力を伴う報復の連鎖を許容し、第3の広島、長崎を作り出すことになりかねません。儀式内面唱和平歌，放代表和平的白粉鸟，参加的代表献花致意。男驻日本代表李彦游趁机会甲梵蒂冈、巴拉圭，也个印度等驻日本大使交流。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在扩展这个核子武器。我们跟所有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起努力来维护这个区域的和平。那最重要的是台海的这个和平。181年来，讲到用汇率的历史经验，甲世人讲到战争的无情。伫台湾这么拄到威胁的时阵，会当参加这种场合，更加代表咱甲世界各国制定捍卫和平的决心。公司国际记者施小浩，日本广岛采访报道。美国纽约市布朗克斯一栋公寓8月初5爆炸，放起也火势炭甲真厉害，消防局派超过300人去救，至少是造成1个人死亡，14人受伤，也其中是包括6个拍火兄弟。大火为窗仔门走出来的乌烟嘛一直撑起哩。美国纽约布朗克斯一栋5层楼公寓，初5向传出真大的爆炸声，火烧不到2点钟，就变作是5级的大火。这件代志造成1个人死亡，14个人受伤，其中包括6个消防员。政府出动超过300个消防人员甲医护人员伫咧抢救，不过火炭烧甲真紧，消防人员二拍花。As the commissioner said, there was some sort of explosion. It blew out window frames. It blew some of them across the street. And when our members got up to the second floor, some of the apartment doors had been blown off their hinges as well. 警方表示，伫咧救援过程，3楼部分的结构已经崩入去2楼，消防员敢会当先暂时撤离，再个重新进入火场，随下搜救。警方嘛经过附近的居民，赶紧甲窗仔门关起来，避免臭味甲高烟走入去室内。We've had a number of reports. People have been reporting for a month the smell of gas, both reported to the landlord, to the city. Do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that history or if gas explosion is suspected? Yeah, we don't know at this moment, but we do know that there was an explosion. We don't know what the origin is until our fire marshals get in there and do a complete investigation. 目前，这栋公寓的天然气数已经紧急关起来啊！美国红十字会还有纽约市紧急管理单位，已经设立临时安置中心，协助安置受灾居民。也那起火原因嘛，当咧调查厘清。公司新闻新北编译。全球暖化、气候变迁是愈来愈严重。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警告讲，2026年9月到2027年年底全球会面临超级圣婴现象。也2027年这个平均的温度可能会是历来上介热。2027年的这个年底，遥记的人口恐惊会增加4900万人。一袋一袋救援物资放伫仓库边，洪都拉斯妇女伫递交申请文件了后，甲人道救援物资扛倒转去。对全球气候暖化持续发展 ，WFP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伫初5公布一份最新报告，内容提出警告，表示2026年9月至2027年年底，全球会面临超级圣婴现象。这场气候灾难会致使全球增加将近4900万人面临严重饥荒，到时阵全球饥荒人口会达到2亿7400万。When you look at it, kuana de yung waso biu. When you look at it there, to yaro wanang kumansana kuana de wanang gaskiya.
报告指出，超级性烟发生的机会达到81%，真可能是1950年以来上严重的性烟现象。海面温度会达到1982年以来最高温。分析指出，全球会有45个国家严重受到影响，面临饥饿甲营养不良的人口比例会增加22%，其中中美洲受灾人口预定会增加83%，南部非洲会增加将近75%，南美洲甲加勒比地区可能会各增加超过1200万人陷入饥饿的危机。WFP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超级性烟一定会伫今年9月至12月影响上大，可见农作物的建造收成季节一定会让2027年的年均温变作历史上上热的一年。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来看孟加拉顺利番薯是全世界上大片的红树林，嘛是保育类动物这个孟加拉虎重要的生态地。不过保育几若冬哦，这个孟加拉虎也是干那120外只尔，专家就警告啊，讲孟加拉虎若是无去，这规个生态系恐惊会放弃。这是顺德班斯红树林为空中看，白白水道甲森林整做6000平方公里，是地球上上重要10大生态系之一。不过，在这片森林深处，孟加拉虎却是愈来愈少。আমি সন্তুষ্ট না, বাঘ আরও দরকার। কারণ আমাদের 6017 স্কয়ার কিলোমিটার সুন্দরবন 125টা কেন 130টা কেন এখানে থাকতে হবে প্রায় 500。数字比应该话规模较少，虽然政府近年来投资保育，不过好群依然是真少。其中一项挑战是无法度阻止人进入森林。আজকে আমাদের সুন্দরবনের ভিতরে 100 ফরেস্ট ডিপার্টমেন্টকে লাইন দিয়ে ডিউটিতে দিব। আমরা পেটের দায় হোক যেভাবে হোক চুরি করে কিন্তু সুন্দরবনে আমরা যাবই যাব। এখন একবার যদি বাঘ ডাকে আর সেই ডাক যদি গ্রামবাসী শোনে, ওই ফরেস্টার লাগবে না, ওই ডিউটি করা লাগবে না, জীবনও সুন্দরবনে ওই মানুষের আর যাবে না চুরি করতে。不过，这种天然的震撼声音的消息，专家指出，虎数量成长较慢有真侪原因，除了非法捕捞，这几年强烈风台一直侵袭孟加拉，也成做虎群的温馨杀手。专家警告，若虎消失，影响的不是这种物种。বাঘ বাঁচলে সুন্দরবন বাঁচবে, সুন্দরবন প্রটেক্টেড হবে, আর সুন্দরবনের যে ফুটপ্রিন্টস ওইটা হচ্ছে সংরক্ষিত হবে, আর সুন্দরবনের উপর যে ডিপেন্ডেন্ট কমিউনিটি তাদের জীবন জীবিকা এনশিওর্ড হবে。虎是维持规个生态系关键物种，不过保育唔是一下就做到，无法度2年来就互虎群翻倍增加。顺德班说未来是人甲自然共存的行，顶个猎食者消失，生态链失衡的效果，最后会等于到人类自身。公视新闻林希祖编译。也非洲特有的白鳃鱼风台过头，即嘛是强要济种，其中北方白鳃鱼敢若剩2只，也2只都无的。乌干达就决定讲要找南方白鳃鱼，利用近亲来拍种，希望讲会当保育北方白鳃鱼。乌干达野生动物保护局的工作人员七脚八手，把这只超过2吨的南方白鳃鱼送去卡车，再往由政府甲国际资助的基大坡河谷国家公园做保育北方白鳃鱼的基础。The Chidepo Valley Conservation Area used to be occupied by the northern white rhino species, which is a subspecies of the white rhino. But now we are taking the southern white rhino. Because the northern white rhino, as you may know, we are remaining with only 2 in the whole world. That's why we decided to start with the southern white rhino, because it is a subspecies. The northern white and southern white are subspecies of the same species, so it is fine. So we made a decision to translocate the southern white rhino to Chidepo Valley Conservation Area. 保育人员的想法是，一方面透过人工受孕，互干达村2只母的北方白鳃鱼会当生后代；一方面，甲公的南方白鳃鱼刷去国家公园，互咱北2种的白鳃鱼自然拍种。事实上，白鳃鱼毋是白色的，因的皮肤色甲乌鳃鱼差不多。会叫做白鳃鱼，简单是因为数百年前先后卡到非洲殖民的荷兰人甲英国人翻译丁达所伫。
白鳃牛是非洲特有的物种，不过伫1960年代各国争拗独立的时，因为战乱、无政府的状况，致使真侪人偷拍啦。原本数量真侪白鳃牛族群真紧就变少，目前干那14000多只。相时野外已经完全看无北方白鳃牛，因的近亲南方白鳃牛伫乌干达嘛剩无100只。The reason mainly that led to their extinction was poaching. The rhinos were poached especially because of their horn, because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horn contains aphrodisiac properties, but also prestige. 基大坡河谷国家公园，人讲是非洲真正的园堡。疫情解封后的这几年，一冬的观光客有到7000多人。保育机构希望透过观光税收的分配，让地方居民更加愿意参与保护白鳃牛甲其他野生动物的行动。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感谢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